外口即陣的日頭真豔，氣象署是講，刷落來規禮拜攏是好天。因若是今仔日早起8點，關島的海面是有一粒熱帶性的低氣壓形成，可能有時會成做今年第7號風颱米克拉，敢會影響到咱台灣，要愛觀察。拜五是國際連假的頭一天，各地天氣攏真燒熱。氣象署講，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，刷落來規禮拜全台灣攏是一雲到好天，不過部分地區還是會落一寡西北風。今天的部分還是有一些午後雷陣雨的情況，包括中部以北山區、東半部的山區，以及大台北地區跟宜蘭地區，可能還是有局部午後雷陣雨的狀況。連假的後2天，太平洋高壓會再更強盛一些，甚至下周1到下周4這段期間，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，午後雷陣雨的範圍也都是比較減少的。只有在少部分的山區有一些零星午後雷陣雨。氣象署表示，自拜五開始，因為各地落雨的幾率較少，所以各地氣溫會加較懸。尤其是湘北地區、中南部外山區、甲華東唱國，可能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。氣象署提醒，長時間佇外口做事，也是出門去佚佗的民眾，愛記得防曬、加啉水。今天我們有發布高溫資訊，主要在中南部的金山區、大台北地區，還有在花東縱谷跟台東可能有局部焚風的狀況。這些有亮燈的地方呢，就是有局部36度高溫發生的幾率。其實未來1週溫度都還是比較偏高的，各地的高溫都來到33到36度左右哦。那尤其在局部的地區，可能會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溫的情況。另外，氣象署也指出，拜五早起8點，佇關島的海面有形成一個新的熱帶性低氣壓，可能會變成今年的第7號風颱米克拉。若風颱未來實際行駛的路線，強度敢會佫增加？氣象署表示會繼續觀察。記者顧佑基、曾俊佑台北報道。